卫生福利部去年底公告修正医师法施行细则，有企科团体是质疑讲，放任国外学历的医科毕业生取得咱国内专科医师的资格。今仔早起，因搁再开记者会来抗议，嘛点名立法院的调集委员苏清泉、刘建国，拢无要摆案审查，是真失职。医生品质连环降，民众就医没保障。台湾基层气科医师协会甲本土小气科医师联盟，初时早起联合开记者会，批评卫福部去年11月底公告修正医师法施行细则，根本是大开特权后门，而且佫点名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调会苏清泉、刘建国两人，到即马拢无摆案审查。那6月初7进前无摆审，会看作是自动通过，对台湾医疗会造成严重冲击。你们不愿意排审的话，你们就是台湾医疗的罪人，你们就是放波波入关的吴三桂。气科医师团体指出，新版施行细则有真侪证据，比如国外学历认定放任做当地团体认可学校就会用的，因讲是连野鸡大学拢爱承认，而且佫温存国外学历医学甲气科医学系毕业生有重大变故的时阵，永远具教学。气科个人用见习来抵靠实习时数，连临床技能测验拢免考，教学品质实在互人真烦恼，甚至还佫用缩级记访。实习、见习、实验课、远距教学，实习没有办法退训。请问一下，我们台湾这个对他们成为学生到医师这中间只有2次单选题的国考，这是对的吗？它会有一小部分这种极端状况下的一部分学分，如果你是用远距来取得的，这样子仍然是要经过考选部在应考资格的时候，他会进行审查。气科医师团体呼吁卫福部爱主动撤回新版施行细则，搁听调遐立会斗阵当恶权，守住医疗专业最后的防线。卫福部是强调，但是感谢教育部、科专部甲卫福部3部会，7个立法院也举行公听会来请各界意见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